后来，这个天气真冷，苗栗一栋公寓昨暝9点外，有一个20岁姑娘啊，伫个浴槽内捞烧水，捞甲甜，想要来洗浴来浸烧水。因所使用的是旧式的雅士的热水器，这个门窗阁关甲目睭睭，空气无流通，结果出代志咯。这个姑娘啊，甲伫个客厅的爸爸，拢一氧化碳中毒。这个爸爸是头戆，这姑娘啊是身躯瘫软。 一直困去，救护人员赶到位，甲因送病院急救。暗时9点外，救护人员赶紧到苗栗一栋公寓，将已经唔知人这个20岁小姐送上救护车。我们现在给你氧气哦，头抬起来一下。100%的氧。救护人员赶紧回100%的上诉，因为已经氧化碳中毒。当时伊个那要漏水洗身躯，结果呢，出来拢是氧化碳，伊家伫客厅的老爸拢中毒。泡澡，你看，一缸多水。 上帝发现讲，到底阳台热水器是较旧的热水器，无强制排气的功能，再加上因为阳台有到这个隔音窗啊，都是关掉的。比如讲，小雅士产生氧化碳，无法度排出去，才会中毒。照理说不会到客厅那么远了哈，是有可能。加在这对爸仔囝伫送医治疗后，暂时无生命危险。商局回复讲，最近天气较寒，用热水器也是雅士炉一定要保持通风，窗门一定要拍开，才袂氧化碳中毒。 用电热器必须要用专用的插座，唔通用烟灯线，嘛唔通挖会导火物件伤近，避免发生危险。